在人权理事会第50届会议召开之前，40多位联合国人权专家督促中国政府与联合国人权系统充分合作，并允许独立专家不受阻碍地进入中国。这些专家收到并在处理有关中国严重侵犯人权和压制基本自由的指控。50名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和人权专家在本月发出的联合声明中，列出了中共对新疆和西藏民族的待遇、宗教信仰以及国家安全和防止极端主义为借口，针对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民族侵犯权利的行为表示关切。美国国防部长表示，中共在亚洲地区变得咄咄逼人，但美国将管控与中国的紧张关系，防止冲突。近日，美中关系一直很紧张。世界上最大的2个经济体，在从台湾和中国的人权记录到中国的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等各种问题上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分歧。连接俄罗斯和中国横跨阿穆尔河的公路桥开通，这座公路桥将改善2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将成为连接俄罗斯和中国的另一条友谊通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劳动党扩大会议上提到，面对不断恶化的安全环境，朝鲜将加强军备建设，为其加速武器开发的行为辩护，称之为是正当自卫的主权。州峰会召开之际，由新一波移民组成的大篷车队涌向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人员队伍长达51公里，预计人数高达 1.5 万人，为史上最大规模。欧洲委员会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2项有关东突厥斯坦的决议，督促欧洲委员会禁止通过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进出欧洲市场，以及谴责中共对维吾尔人犯下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